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因为咱顶礼拜是咧讲即个伫英国含台湾生产的经验嘛，所以想讲即礼拜呢，即个里长凊彩讲的部分呢，来讲咱伫台湾含英国的生产的即个经验嘛好啦，也是讲几啊个嘛是嘛会当安尼讲，生产了后的几啊个，对，讲互大家听。我先来好啊，好，你先来。就是因为我当时是等于台湾生嘛，伊当阵因为是疫情我本家就想要等于台湾生啊。第一是因为我生了厝内人会当伫我身躯边斗相共，因为迄当阵疫情，所以阮爸母嘛无法度来到英国遮，甲我斗相共。阮兜的厝嘛无够大，所以我就想讲我安尼我转去，而且呢，我感觉讲我若转去，安尼阮囝嘛会当看到因阿祖其他的亲戚，所以我感觉转去生较好我就用一个理由甲阮翁讲，因为迄当阵伫英国生的时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惊若产妇本人会当入去生尔，所以就翁婿就伫外口等。所以我就讲你看你去台湾的，就他们看我做伙去病院生啊。所以呢，伊就接受这条代志所以我就差不多7个月的时阵就倒去台湾生啊。好了呢，要生的迄天呢，其实我有小可，嘛毋是讲后悔毋过就是感觉讲 ，Can you please calm down, please？ 伊足紧张吗？伊足紧张，伊会无法度入去产房内底。我感觉讲，你是要怎讲？对我一个产妇来讲，伊也毋是医生伊入去是要创啥？结果呢，因为医生因咧准备的时阵，我先入去，伊就伫外口一直调教，想讲是安那我是要人入去，是安那我要人入去。我讲，just fucking wait a second， like 你是咧急啥货啊？一定会互你入去的伊就讲我就惊我想你是咧惊啥货？伊感觉讲我是入去产房内底了5秒钟内底就一定生出来。我讲无遐简单，好无？对。而且呢，因为我是有催生的嘛，所以我生32点钟。就是我要生的前一日夜暗差不多10点，迄护士就甲讲，你先去转去房间休困。因为可能搁爱足久的。结果伊困的起来了，可能下早10点左右吧，就开始要准备伊就伊讲哪会无甲我叫，哪会无甲我叫？我想讲叫你起来是要创啥？我也无法度看你开讲，无法度创啥？你起来是要创啥？系了回伫咱送入去产房内底要准备生的时阵伊就逐项逐个护士甲我讲啥，医生甲我讲啥，逐项拢问讲伊咧讲啥。我想讲你是要知影这要创啥？所以我变我是安那我拿伫遐钱囡仔进2、3 push， 拿甲伊讲，即马开始，医生要叫我甲挤出来啊！伊讲医生讲伊的头壳伤大，爱用物件甲塞出来。我的天啊，够痛苦的啊！对啊，我就讲规个过程，我就讲其实我生出来了后，感觉有小可就 relax 的感觉，就讲这个经过已经结束啊，我毋免搁伫遐一直咧爱烦恼讲爱甲伊翻译，因为我咧生的时阵是其实有小可生气呢，我就想要甲吵落，想
直接这会当互你补错。Would you please just fucking calm down？ 因为我感觉迄当阵的情绪都爱互伊出来，啊无像我因为我这是听开，我嘛是迄当阵的情绪无好好的互伊出来，我我等下可以买讲到出去动。哦，好，个 fast forward，个讲啦，迄天阴暗，迄天阴暗，因为囡仔就是迄2-3天拢囥伫迄个迄个啥婴儿室嘛，囡仔房内底，所以就无空阮做伙，伊就一直伫遐讲啊，我啥物时阵咱看囡仔，啥物时阵咱看囡仔，安怎，我就讲啊，就3天了后，你给他领出来就好啊，回顶呢，迄天我的身体真无爽快，所以呢，我就早早就困啊，差不多9点我就食迄止痛药啊，我就先困啊。结果呢，半暝1点哦，伊甲我摇醒呢，伊讲啊你伫遮困，啊阮囝咧食啥？我讲啊，就迄囡仔房内底护士的甲饲奶啊，伊讲你也无种你的某拎出来，囡仔是咧啉啥物呢？我讲啊，因遐就有迄个配方奶啊，伊规个人伫遐调教，伫遐生气呢，讲谁啊叫阮囝去啉迄啥物粪扫？囡仔就是爱啉牛奶啊，讲而且呢，你囡仔一生出来啊无，看你也无迄个，就是皮肤对皮肤的这个接触。对，拜托，我现在身躯就痛，我不 care 什么皮肤像看皮肤的接触啦。对。结果呢，我甲伊讲了，伊会让接受了，伊就去困啊。结果因为我互伊叫起来，我嘛无迄个止痛药通食，我就规个痛到下早9点，拢困袂去呢。我真系互伊气一个。真正甲扇两个嘴巴，我听着我真想甲扇啊！所以大概呢，大概我拢讲一件代志甲考试。反正就是我感觉就是观念无共嘛，因为伊感觉讲囡仔是生出来就要一直爱伫阿爸阿母的身躯边啊。我感觉嘛是会使啊，毋过我感觉迄天就是迄24点钟，拜托你互我好好休困，因为我真正就痛的。我迄当阵是痛到我无法度坐好直食饭，我食饭是起一边安尼。对，煞来就是做月来啊。阮迄间月仔中心较无共，因为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你会当接触囡仔的时间，就是你逐工去饲奶的时阵，你袂当塞倒来病房内底。因为拢有人出入嘛，惊有人会染着迄个 COVID， 所以变做是讲阿爸拢无法度出国来进前，拢无法度抱着囡仔。伊就足伤心的呢，伊足生气的，所以呢，到第3天，咱就决定讲要甲囡仔接落来咱的房间。就母婴同事啊。对。迄当阵介趣味。所有的护士，所有的医生都甲我讲，我是甲你苦劝，绝对莫做这件代志，你会后悔。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甲我讲，我是劝你莫安尼。我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劝，上好是莫。毋过无法度，因为阿爸本人决定要接落来，安尼我就感觉讲好，不要紧。所以我就甲讲好，你要食顿也袂要紧，毋过你要负责照顾。伊嘛是算是真认真的照顾，而且呢，因为迄个月内中心，因就是拢有逐工拢有护士照3顿来入来你的房间看这个囡仔的状况，会当问足侪问题，所以我感觉伊就是算做是伊哪照顾哪问问题会当哪学安尼，所以。嘛算是 OK 啦，所以咱月来中心了后，伊感觉较会照顾起来较顺手。毋过我迄当阵订迄个月来中心订4礼拜，结果差不多3礼拜、2礼拜，伊就甲我讲，会当离开啊未啊？伊感觉住伫迄内底，哪像咧坐家诶。
为什么啊？我毋知啊，因为伊本人拢会当出去，因为迄中心对面就是一间大卖场嘛，伊三不五时就去遐食中昼啊，去遐买物件、买芳啊，遐有伊上爱的 donuts。所以我感觉，你本人哪有啥物差啊？对啊，毋过伊就感觉系啊，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遐干若一个房间尔，所以伊感觉就是迄空间就有限诶，而且你食饭放屎困拢伫遐，系啊，所以咱最后是3礼拜退房。你头拄讲着无呢，我想着，因为我迄当阵是请阮妈妈来帮我做回来诶。因为伊拢是用伊迄当阵诶观念，甲伊迄当阵诶做法嘛。因为就是阮阿母伊，就是要说囡仔进前，伊诶体质足好，所以伊诶无啉足济，伊还未生出来就开始伫分泌遐诶无啉啊，所以伊就感觉阮诶无啉会足济。因为阮是医生，所以阮诶体质应该甲伊差不多。毋过想袂到呢。我生囝了，虽然是一开始就伫食饲无啉，我无食出来。毋过你根本毋知影你到底你诶迄个无啉诶量是偌济，囡仔食偌济。囡仔食无饱就一直哭。所以阮阿母迄当时就一直问讲囡仔是食有饱无啊？囡仔是食有饱无？为什么一直哭？我就加上想要，我讲我哪知伊食有饱无？我也无挤出来互伊，我也无挤出来量看有偌济，因为伊我着挂诶嘛，伊着挂伫我诶耳头前，你数差不多10点钟后，我忝嘛，我当然着互伊离开嘛，对无？对。系啊，可能枵啊，因为迄无啉可能嘛是咩讲啊，较紧枵还是啥物会吧？对。系啊，所以就特别是嗲伫好啊，就一直甲我问讲好，伊是有食有饱无？伊是食有饱无？因为迄当阵，阮翁嘛是感觉讲，着莫食牛奶粉。所以变做我头一礼拜我真正足忝诶，而且我毋是讲我伫生囝时阵自然产我下骹是因遮是无加回音诶嘛，所以我着系自然的撕裂，所以我剃差不多要2点钟，我下骹是足无爽快。因为伊诶认知内底，阮翁诶认知内底就是人就是爱逐工出去运动，爱去数fresh air， 所以我就差不多我返去厝，差不多第3天啊第4天，阮翁就甲阮囝带去外口散步，外口甲落雨，够恐怖诶！我妈佫无法度阻止，因为伊甲伊语言袂通，你甲知？我妈讲你着头壳甲我包我掉，伊做叫我扇着风啊，会有头风啊，什么有诶？系啊，佫另外一个就是，我当阵就是讲无好啊，就甲无啉挤出来，安尼得当知伊量偌济较好，较方便饲啊。毋过一开始量一直拢无济嘛，我是安尼啊，我一开始量拢无济，我做无简单就挤出来，差不多20cc 就囥伫遐。伊就感觉20cc 安尼囡仔基本就啉无够啊。靠无差不多2点钟，伊就甲我摕去倒掉啊。掉呢！这位少爷，迄是上好诶无啉呢，迄20cc，无错。系啊，上头前规工出来，迄一滴诶，迄种是精华呢。对，我感觉李明回家说咧，头应该是足大声，毋过我迄当做情绪无加什么啊？叫我发出来啊！是，我真是给笑起啊！想着迄当阵，我应该是给笑起啊！系啊，对，所以迄当阵真正是。我讲有当时有足侪妈妈生了会有疫情是足正常的一件代志。对啊，因为我
迄当阵咧饲某奶，一瓶爱输半点钟，两瓶拢爱输。对啊，一工2点钟来输一届，安尼差不多一工1/3的时间拢是伫我的年顶。对，迄压力足大的呢。真正足大啊！而且伊迄个是，因为咱一开始拢无经验嘛，就足敏感嘛，甲会破皮哦。对。就搁爱买买物件来顾。对啊。因为亲像阮翁，伊就是迄款母奶的基本教育派，伊就感觉讲囡仔呢，若是就是爱专母奶。迄当阵我就想讲，因为伊差不多2-3个月开始，就开始有迄个困眠的倒退，就是伊开始1-2点钟会起来一届。所以我就甲阮翁讲，我感觉会当互伊饲迄 formula， 就是配方奶。对。安尼感觉伊可能会当困较久诶，冻较久啊。嘿，对。伊就讲袂使呢，伊讲你是安那要饲迄粪扫互阮囝食。我讲啥物粪扫？迄是配方奶呢，迄是 formula。伊讲迄就是粪扫啊，就是母奶较营养啊，blah blah blah 啊。我就讲问题是迄是我咧饲诶啊，我饲起来足忝诶啊。伊讲你嘛会当煎出来互我饲啊。我讲半暝你也有法度起来。你敢知影伊是囡仔出世了后，伊逐工拢有困8点钟的一个。我讲我去你外口问看对一个阿爸会当囡仔出世了后逐工困8点钟的。人家做幸运呢，带着你。毋是因为你知影伊是会当顾半暝，毋过伊若是顾半暝，伊加顿工就会10点12点才起来。安尼我变做我下早我一个人爱顾一个囡仔，我足忝的啊。嘿啊。而且我若是讲伊顾半暝，我8点赶快甲叫起来顾囡仔，伊安那伊的脾气就歹的。我感觉讲好啊，对啊。我就感觉讲我嘿啊，我若是叫你顾半暝，我那毋是摕石头拍家己的骹。对。对啊。后来差不多伊囡仔1岁半了吧，我就看到英国有出一本册叫做 Motherhood， 就甲买来看。你甲问我讲迄册咧讲啥？讲咧讲着饲母奶的所在。我就甲叫1点钟，整1点钟。早应该叫的啊！我迄当阵我翁嘛是啊，伊嘛是感觉坚持互囡仔食母奶，伊到尾嘛感觉可能因为拢做伙嘛，伊嘛知影真正是无奶啊。半暝囡仔哭，伊嘛会困袂好啊。所以伊就会当讲差不多1顿啊2顿食牛奶粉是不要紧的，伊就到尾伊接受啊，嘿啊。因为到尾后来我奶较济了，就拢全无奶啊，嘿啊。对啊。回底我感觉是，嘛毋是讲我一定无爱饲母奶，也是啥物货。毋过我感觉就是你爱互我有，这是我的身躯，你爱互我有选择。对。我想要讲就是有足侪人会去争讲要互囡仔全母奶，还是食袂当食牛奶粉。我感觉这就是看妈妈伊家己，伊若想要饲，还是要偷人。我感觉这拢随在伊。妈妈已经生囝已经遮痛苦啊。对啊。系啊。我你甲讲啊，其实无啥物差。你看阮阿母生阮兜3个拢饲母奶1个月尔。咱读册也无问题啊，身体佫比你较勇健，你比你这傲少年。少年啊，真的。对啊。我佫会当毋免逐工困8点钟呢。迄当阵真无倒困饱啊。对啊，就是感觉拢大概都是爱尊重产妇的这个选择啊。真的。毕竟这是咱的身躯。对。另外一件代志嘛是为着，伊嘛是基本教育派的，就是你敢知影？就是人讲有生的时阵嘛是会当食咖啡嘛，一工一杯。伊就去查迄啥物就是医疗的 paper， 会写讲其实有1-2篇 paper 讲其实这个咖啡因对这个胎儿是有影响的。所以就讲我绝对1点拢袂当
捌。有一工呢，我迄当阵我身躯无啥物爽快，有一个咱遮万食遮的朋友，伊有煮一寡迄茶叶卵、茶叶蛋有无？对啊，我去因兜耍，伊就互我几粒仔加茶叶卵，转来了后，当要食伊就甲我讲小蛋姐，这种茶叶卤的，安尼你袂当食哦。我规个伊甲我讲啥咧？伊讲吼，这摕蛋条，我讲你 don't you dare！ 我讲你想，我讲这伤咸啊！这连这拢袂当食，你是头壳有破一空哦。我就去较查看伊的 paper 写啥，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咖啡因对胎儿有啥物影响？什么影响？就是生出来的时阵，迄会较细汉。我讲这哪有啥物差？而且伊拢去出来呢。系啊，若是讲生出来会减一支骹啥物货，我安尼我绝对袂去捌的。毋过就是我感觉讲这伤咸啊，好无？你等下，你是讲你有生的时阵吗？对啊。好。无我饲母乳的时阵，我有偷啉，我有偷啉。毋过我发现讲，因为可能我的循环较慢，所以真正阮囝，我迄当阵是啉迄巧克力珍珠，就是巧克力牛奶配粉圆。真正阮囝迄暗较暗困，所以我就感觉，我就感觉好，先莫捌嘿。因为我毋是介意啉咖啡的人，所以我无这个困扰。我是介意啉咖啡的人，毋过我后来发现讲，因为我有生的时阵，我吐甲足厉害的，吐煞了，我阁有足严重的，迄叫啥？就是胃酸伤济。所以我若是有啉着有咖啡因的物件，其实我胃酸就严重诶。对，所以我就自然无法度食。你讲着，因为人讲有生的时阵，毋是拢会想要伫遐拣食什么物件吗？对。我想会拣啉咖啡呢，因为我感觉我啉咖啡上济时阵，就是我有阮大汉的时阵。毋过我拢啉低卡，所以应该是无什么差。我嘛是干那一礼拜一盖啊2盖。阮即个囝足贵诶，因为我迄当阵都是拣外口诶物件。即个囝足贵啊！对，我甲你讲，我有一礼拜我规礼拜逐工拢爱食一条迄个 soft shell crab 诶寿司。哇！软壳蟹寿司，迄一根爱14磅，迄当阵我逐工爱食一根。我天啊，真正贵啊！对，真正都贵。够笑。毋过对啊，转来台湾了就较好啊，因为转来台湾就足侪好食的物件，就免去开迄14磅啊。边仔自助餐价100块就足济啊。真诶，我感觉好佳在我迄当阵有生的时阵拢无伫拣啥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有生的时阵就拣食豆花。开2点钟的车呢，开2点钟的车去宝明恒食豆花。我讲你真正够厉害的啊！哇，足拼的呢。系啊，好佳在我完全无这迄个。恁翁就是恁囝细汉时阵，恁翁敢听会出来囡仔是咧哭啥？比如讲恁囝哭的时阵，伊敢会分辨出来伊是咧忝，还是咧枵，还是咧袂爽？你莫讲伊哦，我感觉我嘛分袂出来。真正哦。我毋知，反正伊若好，我就全部甲插一届啊。对，我嘛是差不多。系啊。毋过因为好安尼讲好啊，因为阮翁呢就爱牵囡仔耍一寡囡仔无爱耍的物件，所以伊定定牵囡仔耍，拢会甲囡仔用较好。囡仔一好呢，伊就会塞互我，伊讲囡仔枵啊。我讲先生，伊10分钟进前才通试过，无就是囡仔好，伊就讲，个塞来互我讲，囡仔忝啊。我讲先生，伊半点钟进前才起来尔。啥物忝？就是伊永远拢听无囡仔咧哭啥。毋过我甲阮妹仔讲了，阮妹仔就讲，其实伊就一同事拢有咧讲因翁介绍拢听无囡仔咧哭啥，所以因囡仔一哭就会塞倒去互阿母讲囡仔忝啊，
哦，嗯，我感觉阮翁较无即个问题，伊迄当阵做工课工时足长，所以伊转来时阵食暗顿食了，阮其实阮规家伙仔就款款差不多要困啊，所以伊无即个问题。若哦，礼拜拜六礼拜阮出去的时阵，囡仔真足奇怪，你若带伊出去，伊伫外口拢伫困呢，所以嘛无即个问题。哦，对啊，阮遐时阵因为伊4个月进前，咱拢是住伫台湾嘛，阮翁迄当阵是爱上班诶，所以伊拢是毋过因为是上英国诶时间啊，所以拢是下晡4点爱转来到厝诶，来做工课。对，所以咱拢是下早差不多，因为伊拢10点才起床嘛，差不多10点出门，去食一个下早也是中昼顿，去外口洗洗捞捞诶，4点才转来。系啊，迄当阵诶 schedule 拢是安尼。感觉嘛是真赞，至少伊有一寡时间会通牵囡仔相处而且4点就差不多，阮阿爸阿母差不多困倒起来啊，就换阿公阿嬷接手啊。哦，系啊，所以迄当阵偌舒适诶，下晡我可会当去阮妹妹因兜做运动呢，看阮妹婿2个人做伙伫遐 workout 巴塔，迄个啥物？塔巴塔伫遐塔巴塔半点钟，阮妹妹就伫边仔伫遐人囡仔安尼，有够好诶啦。系啊，我迄当阵就是无想要互伊好嘛，就想要互伊困啊，所以我几乎逐工拢带囡仔出去拢带囡仔去市中心我会啊伊困伊诶安尼。对啊，系啊，对啊。毋过我嘛听足侪家长讲，因为台湾诶家长较会去插因安那顾囝，所以因感觉伫英国生较好，就是离遐时大较远。毋过因为阮厝内时大拢真开明，因阮阿爸母也袂较袂吵我安尼车用囡仔，所以我就是我会甲因讲这什么时阵饲什么物件，安怎饲，安尼因着照做安尼。有甲规定即摆是读故事诶时间，因着有一个人去摕一本册，爱甲念故事安尼。哦，系啊，就是对啊，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啦，我感觉转去台湾生囡仔真正是迄当阵是上好诶选择，而且因为迄当阵疫情嘛，你感觉知？因为英国一直咧lockdown嘛，封城，所以迄当阵有足侪迄人讲疫情囡仔，因诶发展会较慢，因为因就是有足长诶时间，敢若接触着厝内阿爸阿母。对，所以因诶发展会较慢。毋过阮囝是因为阮兜住伫菜市仔边仔嘛，杀出去，系啊，杀去迄阮阿嬷迄个搭随时拢20-30个人就挖过来呢。你看搞哦。就是讲伊会接触着足侪人。所以拢袂惊催婚啊，所以我感觉真好，系啊。我是感觉不管伫对说拢有伊诶好处甲伊诶歹处啊。对，对啦，所以我感觉讲倒转来，就是伫产前产后拢爱尊重产妇诶阿母本人诶身躯，因为毕竟迄是伊诶身体嘛。我感觉母奶系啊，虽然拢推测讲母奶是有好处诶，真省钱，毋过逐个嘛是爱尊重产妇本人诶选择，因为钱母奶真诶毋是一件舒适诶代志。真诶。过来就是咧请养囡仔，嘛是逐个爱尽量尊重家长，因为你永远拢毋知影这家长因有啥物款诶资源因做逐个每一个选择背后因诶不得已，所以逐个就是互相尊重，莫讲伤济话。斗骹手就好啊，莫讲话。反正就是 Happy Mommy Happy Family。对。我感觉就是主要照顾者，咱即个时代嘛是阿母嘛是阁是主要伫照顾囡仔诶人，所以我感觉不管啥货，你拢是
尊重即个主要照顾的人，伊的意愿看伊免哪请用伊的囡仔佮伊的身体，互伊好好啊休困啊看，反正袂当讲逐个阿母啊，毋过大部分的阿母拢会为着家己囡仔好啊。对啊。好，安尼今仔日就差不多啊。系啊。所以呢，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是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的妈妈。新起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地，青菜水果青。